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係 Vincent Wong。今日咧嘅主題同大家分享就係如何快速啟動你的事業。好多朋友當加盟咗 Free 呢個創業平台之後咧，開始啟動佢嘅事業，但係往往咧遇到不少嘅阻障，甚至喺度摸索揾到個最適合自己嘅創業嘅方法。咁今日咧就為大家分享喺我10多年呢個行業嘅一啲經驗，希望可以幫助到大家咧去啟動你嘅事業。首先，當你開始啟動你嘅事業嘅時間，有兩個元素咧，我希望大家咧可以去為自己嘅想一想。首先，尋找你嘅 why，你嘅為什麼？因為如果發展你嘅事業咧，你嘅動機，你個 why 係非常之重要。因為咧，呢個 why 可以驅使到你喺未來喺呢個行業或者喺你嘅事業裏邊咧，遇到好多嘅唔同嘅一啲阻障咧，你都可以透過你嘅強烈嘅需求咧，去推動你咧去往前去啟動你嘅生意。你嘅夢想、你嘅成就、你嘅目標，種種因素咧，可能係你發展呢個事業嘅最大嘅啟動嘅元素。所以你冇強烈嘅 why 咧，我好深信你發展嘅機會咧係會比較慢，同埋咧遇到好多問題之後會容易放棄。咁第二個 B 就係你有冇了解到今日呢個機會嘅優勢咧？唔係一個我哋 free 未必係一個普普通通嘅一個創業機會。你點去睇咧？甚至你了解我哋嘅機會裏邊嘅優勝之處啊？舉個例，你對我哋 free 個企業裏邊嘅架構有幾認識咧？有幾了解咧？佢有啲咩可以幫到你咧？我哋嘅科研成就係咪喺市場上係叫做好突出咧？令到喺市場競爭力非常之大咧？呢種因素，甚至我哋嘅系統嘅架構教育，會唔會令到你喺發展路途上咧得到好好嘅一個幫助咧？令到你喺個事業裏邊咧個基礎打得好咧，甚至可以會喺度創業機會咧係越嚟越大，勢幫到更加多人。種種咧係要了解到我哋俾到嘅機會優勢咧，係咪完完全全咧係令到你喺個事業裏邊咧係創業係會得到無往而不利嘅。所以呢兩個尋找你嘅 why，甚至了解啟動你嘅優勢咧，或者係事業優勢咧，係非常重要。因為呢兩個題目咧係你發展一個強大嘅動力同埋你嘅借力嘅威力嘅地方嚟㗎。咁當開始嘅時間咧，我想鼓勵大家，你定好自己嘅位置，定好位，因為呢個定位對你開始第一步係非常重要。首先，你參與呢個平台發展，你嘅定位係咩咧？係為咗嚟轉個工作嚟打工啦，甚至成為一個消費者咧。嗱，兩個都可以加油㗎，因為好多朋友嚟到呢個市場或者嚟到呢個平台裏邊咧，係只係將傳統工作轉多另外一份嘅工作咁解啫。甚至佢只係參與我哋嘅產品非常之好，可以令到自己青春美麗健康，所以成為一個消費者，只係轉換一個唔同嘅渠道去消費啫。咁另外一個咧就可以成為一個經營者，個體戶經營者，即係做生意咧都有一個我哋成日講嘅一個小生意同一個大生意。當你係成為一個個體戶，都係靠個人嘅努力、個人嘅經營咧，成為一個生意嘅經營者。呢個係咪你想要嘅咧？或者你成為一個成功嘅創富企業家？嗱，呢個定位又好唔同嘅喎。一個成功嘅創富企業家咧，係一個比較我覺得係比較宏觀啲嘅，一個比較係會能夠更加同傳統生意好不一樣，甚至咧係國際性，係令到個企業咧係非常之龐大嘅。呢種成功嘅創富嘅企業家，會唔會喺飛裏邊為你達成咧？嗱，呢三種嘅定位咧，可能大家都要好好考慮一下，因為呢三種唔同嘅定位，亦都促使你咧喺往後嗰個工作甚至發展裏邊咧，遇到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同方向嘅，因為定位係主宰緊你未來嘅一個方向。咁第二個咧，就要馬上去體驗我哋嘅產品，我哋產品有如何好，如何對你產生好嘅一個見證咧？嗱，首先我想為大家咧分享下我哋嘅產品，你都正確學會係點樣去使用。我哋嘅六大產品裏邊咧，係咩時間使用？我哋六個產品裏邊咧，預存嘅科技啦，
我哋嘅優勢科研裏邊咧，點解我哋可以喺PDR 裏邊咧，去咁短時間成為我哋嘅全線嘅產品咧？佢亦都裏邊嘅一個認受性啦。我哋嘅產品對我哋人類，我哋科研係咪喺行業裏邊咧係表表者咧？種種咧都令到你對呢個產品有信心啦，甚至你嘅客戶群咧亦都好清楚。哇！透過你嘅分享咧，你都知道原來我哋 Free 呢個產品嗰六大產品嘅支柱裏邊咧有咁強嘅優勢喎。當我哋自己本身都要體驗到咧，正正咧就可以話俾所有嘅朋友知，我哋嘅產品對於我哋自己有啲咩好嘅效果啊見證啦。咁當然咧喺個效果進行之中咧，你都要定期去追蹤喎，因為我哋送咗產品就係要知道自己個身體啊產品嘅威力咧係為我哋改變咗啲乜嘢，為我哋達成咗啲咩健康上邊嘅益處。當呢個產品咧喺你身上發揮咧，係亦都係呢個見證咧，永遠都係身體，或者你未來嘅工作裏邊咧一個好大嘅見證。當然啦，我鼓勵大家呢個體驗過程裏邊咧，為期3個月至6個月嘅期限。點解咧？因為我哋每個人咧個吸收率，雖然我哋嘅產品咧係市場上非常之高吸收率，但係會有一啲朋友咧，可能佢嘅體驗咧會慢少少嘅。所以我覺得我鼓勵大家咧，以3個月至6個月呢個時間裏邊咧，係一個非常有效同埋應該係非常有證實到一個時間嘅一個標準。如果太短，可能未必係每個人都可以領得到。如果太過長咧，可能亦都係未必係一個好多人嘅接受。所以我想大家咧知道我哋嘅產品咧係最好嘅方法就係親身去體驗一下。咁另外，我哋要學習點去經營我哋呢個生意。首先，我想鼓勵大家喺心裏邊咧，用一個歸零嘅學習嘅心態去學習。點解啊？大家要知道，而家互聯網甚至創業都已經日新月異，全新嘅市場，大家要啟動全新嘅思維先可以接受新嘅事物。如果你用舊有，甚至你用以往好成功，今日帶你成功元素放落去全新呢個 Free 平台裏邊咧，往往可能咧，大家都有一個唔同嘅結合，或者係一個叫唔平衡嘅方法諗到。我見到好多個朋友咧，往往可能一個傳統好叻嘅 sales 嚟到呢個平台裏邊，佢只係咧將我哋產品成為一個 sales 一個叫做工具。嗱，往往咧呢個咧，頭先所講到嘅專門嘅工作平台啫，冇變轉我哋方法。所以我覺得咧，首先你要發展得成功咧，首先要空杯嘅心態，將你舊有嘅全部咧取消咗佢，推咗出去，全新一張白紙咁樣去學習，去建立我哋自己開始一個呢個創業嘅機會。而家互聯網我哋日新月異，頭先我所講到好多工具已經唔同咗啦，用以往嘅傳統方法咧，差唔多可以肯定你會遇到好多嘅阻障。今日要用全新嘅思維、歸零嘅心態咧，去接受全新嘅事物。我相信一段時間咧，你就會創立到一個非常好嘅一個創業嘅一個平台。嗱，另外，當你去懂得去運用我哋嘅新嘅平台嘅所有嘅事物、所有嘅市場咧，你會成為一個專家。嗱，一個專家係令到點樣可以全面去複製。我哋呢個行業好特別，係一個同傳統方法係唔一樣。我哋係將我哋所有認知係有效有用嘅學問咧，係完全咧係傳授俾我哋嘅合作嘅伙伴，令到佢可以成為另外一個我，甚至超越我。呢個咧係我哋呢個行業嘅非常獨特嘅一個成功嘅元素。以往喺傳統生意咧，我見到無數嘅朋友咧，將自己最精鋭嘅東西咧都要留翻俾自己。往往呢樣咧唔能夠承傳下去咧，係一個好大嘅阻礙，因為我哋一個係倍增嘅市場學，希望令到所有人咧都可以將我哋創立嘅一啲好嘅元素咧，去一路擴展晒全球，令到每個伙伴咧都可以喺呢個平台入邊獲得佢哋所需要嘅嘢。如果知道我哋嘅計劃裏邊知道咧，令到我哋嘅伙伴越成功，我哋自己就成功，你就會成為一個喺呢個平台喺呢個時代嘅成為大嘅贏家。所以歸零學習呢個心態咧，我好強烈希望大家咧都可以有呢個體驗，令到你嘅事業咧蒸蒸日上。喺呢個
我哋呢個創業過程中咧，亦都咧去匯集多啲別人嘅故事啦，甚至自己嘅3分鐘故事咧，好好去構思一個有影響力嘅故事，因為故事可以感動人，故事亦都可以傳達好多信息，故事亦都咧令到好多人啟發好多唔同嘅觀感，甚至我哋嘅思維。所以咧，我哋嘅3分鐘故事係點樣去設立咧？我可以分享幾個重要嘅元素俾大家。首先，你嘅3分鐘故事咧，係一定要有確立到你是誰，你係邊個啊？你來自哪裏啊？你嘅職業啊？你本身係個經驗啊，甚至你以往行事目標啊、感覺啊，都可以係你是誰嘅一個答案嚟嘅。透過你嘅故事，人們就會好親身了解到你嘅需求或者出發點啦。跟住就喺呢個分享裏邊咧，你要睇到啲什麼？你喺 V 裏邊同你以往嘅工作、以往嘅生活環境有咩區別，從而令到你啟動睇到呢個生意模式。因為你嘅分享正可能會亦都頭先所講到係影響別人同你嘅觀感，甚至透過你嘅分享睇到可能呢個機會亦都係佢所需要嘅機會。所以你睇到什麼，你改變什麼非常重要，因為就係影響到對方嘅一個好正確嘅方法。另外，你亦都想透過呢個創業平台得到啲乜嘢咧？同你嘅目標係咪好接近咧？可能你係要事業啦，可能係時間啦，可能健康啦，可能係回饋啦，可能係感恩啦，種種都係你想得到嘅，甚至希望得到嘅。喺 Free 呢個平台會唔會攞到咧？咁啊，透過你嘅分享咧，一咧去表白俾你嘅對象聽。所以咧，好多朋友問：我個人故事咧，如何去收集更加多係正能量嘅故事咧？我鼓勵大家可以透過咧唔同嘅渠道，舉個例，頭先見到啦，可能係一啲我哋嘅會議啦，可能一啲會議都有線上同埋線下㗎啦，有啲係現場嘅會議啦。呢啲會議裏邊咧，我哋會有好多唔同嘅個人嘅分享啦，或者係系統嘅分享啦。呢啲故事，當你聽吸收，就可以發放俾你身邊嘅適合嘅對象，令到佢透過你嘅吸收咧，可以知道更加多係能夠啟發同幫助佢嘅一啲故事咧。所以好多時咧，我鼓勵大家，無論線上嘅會議咧，都準時積極去參與。呢個係你嘅事業嘅其中發展嘅一部分嘅學習機會。咁開始要列名單咯喎，因為我開始行動嘅時間咧，列名單係一個非常重要嘅環節。因為如果你沒有正確名單咧，你可能咧唔知由邊度入手。我亦都鼓勵大家列名單咧，真係用簿用筆去寫落去，唔好用手提電話啊，所有嘅記落去。因為當你用紙筆墨去寫嗰啲名單咧，對呢個名非常之有感情。令到你咧好有啟發性。可以唔相信可以試下㗎。咁當然咧，名單裏邊咧，我今日分享少少一啲tips 啦。點樣揾你嘅朋友咧？有幾個 list 咧，你可以去參考下嘅。第一，你可以選擇一啲最有夢想、最想改變嘅人士，因為佢哋本身咧可能面對而家環境想尋求改變。或者有啲夢想未完成嘅，好想得到完成一啲夢想嘅朋友咧，呢啲朋友亦都係你首選嘅邀約嘅朋友。咁第二咧係揀一啲人際關係好嘅朋友嚇，因為咧佢哋本身對人對事都非常之有貢獻，人對佢非常之信任。呢啲朋友咧，佢啟動呢個生意，甚至你可以同佢聯繫分享呢個生意平台咧，佢亦都接受到咧。對你嘅組織，對你嘅生意啦，甚至對佢咧都有非常大嘅貢獻㗎。另外第三，可以尋找一啲思維係正能量嘅人士。點解？因為我哋嘅工作係透過溝通、透過分享而去達成嘅。今日如果你個朋友佢充滿負能量嘅，講什麼都係講唔好嘅東西，你估佢接觸嘅朋友係咪一模一樣咧？接觸到應該都係比較多負能量。如果充滿正能量嘅，佢嘅分享好到位，
而且吸引咧更加多同佢同聲同氣嘅人士。我諗正能量亦都可能喺呢個生意模式裏邊嘅推動力係非常之強嘅，令到你嘅生意咧可以快速咁樣去成長。相信電子商貿係未來嘅人士。嗱，今日我深信睇得呢個視頻嘅朋友咧，都係相信電子商貿嘅人士嚟㗎。因為而家時代進步，無論疫情啊、疫情後咧，都市場上都非常大嘅改變。譬如而家嚟緊嘅人工智能啊，種種因素咧，正正係改變緊我哋人類嘅生活模式。咁所以咧，喺電子商貿咧，亦都係未來嘅創業或甚至係經營生意模式嘅非常大嘅一個叫咩工具，甚至一個機會嚟嘅，或者係一個市場嘅轉變。今日無論網購，所以好電子科技種種咧，透過唔同嘅電子工具咧，都可以發展唔同嘅市場生意，甚至國際性嘅生意。所以要呢啲朋友揀到咧，佢係相信電子商務係未來咧，佢嘅快速誠信度，甚至應該咁講，相信嘅能力係會高好多㗎。所以鼓勵大家去尋找對電子商務有未來、深信係呢個方向嘅朋友啦。之後對健康啦，對靚啦、美麗啦，對科研係追求人士。咁因為呢啲人士咧。知道有好嘅科研、好嘅產品，令到身體健康，佢都深信不疑。就算佢喺呢個市場冇發展，佢都會享用我哋優質嘅產品。而且咧，佢哋亦都係一個非常大嘅代言人，因為佢哋深信科技可以取替好多嘅唔同嘅一啲健康嘅問題啦，甚至靚嘅問題啦，都可以令到我哋咧可以喺市場上咧係無往而不利㗎。嗱，頭先所講到嘅係名單咯喎。當你擁有咗名單，開始做咩行為咧？就係邀約啦。嗱，好多朋友對邀約呢個字咧就非常之有啲恐懼，話點樣邀約啊？唔知點。其實平常心，因為約朋友食飯傾下偈，啲好簡單。點解喺free或者喺創業裏邊咧遇到一啲心理壓力咧？其實呢個不需要嘅。所以咧，我哋邀約裏邊咧，簡單啲同大家分享幾種邀約嘅模式，信息嘅邀約，對咩？對一啲非常熟悉嘅朋友，可能成日都有溝通、成日見面嘅朋友，只係簡單幾個信息，可能話俾你聽，約佢出嚟有個好嘅一個合作機會、再機會咧，想同你分享就 OK 啦，好簡單，因為你已經非常熟悉嘅朋友，呢個咧可能而家運用我哋好多嘅唔同嘅傳播媒體，譬如啦 WhatsApp 啦、Line 啦、微信啦，種種都可以令到咧你嘅朋友透過你嘅 SMS 咧都可以馬上邀約到㗎。咁第二個就係電話嘅邀約。咁電話邀約咧係針對呢邊咧一啲非一般太熟悉嘅朋友，即係知道你咩名，但係未必成日來往嘅。透過你嘅電話，透過你空氣一個口語嘅溝通，你有溫度、有感情咧，令到呢啲朋友咧都同你成為更加熟悉嘅一個關係。所以啲電話邀約其實亦都係好普通嘅，打個電話講幾句。有冇興趣，或者係一個叫做咩啊？同佢首先就搞好啲關係先，一陣另外一個環節我會分享嘅。第三個咧就係視頻上面嘅邀約。我諗深圳而家全球嘅即係咩佢叫航空業非常發達，或者係個地球咧係已經一體化㗎。自從互聯網出現咗之後，可能身邊或多或少都一定會有朋友係已經喺遠方去生活啦。我哋嘅親戚嘅朋友啦，都會有嘅。我鼓勵大家咧可以用視頻，舉個例 Zoom 啦，或者我哋而家嗰個騰訊視頻啦，都可以咧同佢面對面咧，透過我哋嘅視頻，好似今日同大家同大家見面咧，都係透過視頻同大家見面嘅。咁呢個工具裏邊咧，令到你同人嗰個面對面嘅機會多咗好多啦。咁啊，同外國雖然好多朋友喺外國可能會溝通少啲喎，會唔會直接啲啊？當然喺太遠嘅地方咧。你都冇辦法親身見到佢啦，咁啊，所以運用而家嘅科技咧，透過視頻咧去邀約佢哋。咁當然頭先講到啦，咁啊真係最好就係面對面啦，即係坐低飲個咖啡，食個午飯。呢個邀約咧係面對面係會增加非常強嘅信任度嘅，同埋你嘅身體語言啦，你嘅講話嘅溫度、激情啦，種種咧都令到你朋友咧係對你更加有信任度嘅。
咁呢種會面邀約咧係最有效。但當然有時環境未必可以馬上同大家邀約見到面嘅，所以今日咧呢4種唔同嘅邀約方法咧喺市場甚至咧好多朋友咧用得非常之好，所以鼓勵大家運用4種唔同嘅方法咧，可以去馬上邀約你哋嘅潛在嘅對象啦、客戶啦，種種都可以嘅。嗱，邀約我哋要做啲咩嘅咧？其實邀約咧係做個暖身嘅活動。何謂暖身咧？因為都係令到大家互信度提高，令到大家咧對大家係個譬如合作機會咧非常大嘅。咁有啲咩可以幫助大家做暖身嘅咧？嗱，我鼓勵大家用一個市場上非常之通行，亦都非常之有用嘅FORMHT 呢個系列嘅一個暖身嘅活動。點樣啊？我同大家分享。首先咧，我哋透過家庭 family 啦，透過你同佢溝通，令到你可以知道佢現在個家庭喺佢身邊，有啲咩需求，有啲乜嘢叫做想為家庭而達到嘅。第二就係佢職業啦，而家狀況嘅佢嘅工作點樣咧？對未來工作有冇要求，甚至佢嘅工作穩唔穩定啊？種種因素咧，攞到一個信息。既而知咧，佢興趣啦、娛樂啦。呢排你中意有啲咩玩去旅行啊？甚至有啲咩 HiFi 想買㗎，或者有咩車會買㗎，種種咧透過興趣就知道佢而家現在嘅生活模式，甚至而嘅生活咧對佢嚟講係咪足夠啦？係咪好安逸啦？種種透過呢個問題都可以了解得多少少嘅。咁重要啦，咁啊 money 我哋金錢啦，喺金錢嘅壓力啦、金錢嘅環節裏邊咧，佢而家嘅狀況係點樣啦？對金錢有冇需求啦？呢啲種種都係一個非常點樣講啊？非常有見地嘅了解嚟㗎。咁當然對身體健康啦、家庭狀況健康，而家屋企人好唔好健康啦？你自己對健康有冇其他要求啦？最後咧就係個夢想啦。可能大家嘅夢想，個個都有啦。往往咧透過我哋嘅暖身咧，原來喺深層去了解到佢嘅夢想，原來可能非一般夢想，往往係未能夠完成啲夢想。今日你知道啦，會唔會去幫佢咧？嗱，所以要俾個小貼士大家。其實我哋呢個 FORMHT 係點運用咧？好簡單，關心問對方嘅狀況。嗱，最重要係關心，所有嘢都以對方為出發點嚟思維嚟諗嘅，唔係為自己。嗱，記住人們咧就會感受到你對佢關心同關懷嘅，所以咧喺佢嘅分享、佢嘅回應裏邊咧，一定要佢由佢把口咧去吐露出咧佢嘅缺口、佢嘅需求、佢需要唔可以太急。如果佢唔願意，得疏，我哋遲啲再同你了解下啦。因為咧急就變成壓力，咁咧個關係就非常之唔好噶啦。所以咧，如果你同佢建立咗個非常好嘅暖身活動咧，佢對你頭先所講嘅信任度啦，同埋個了解度咧非常高咧，佢好願意將佢內心嘅思維咧同你分享，你就從而得到佢所需求，咁你先至建議一啲佢切合佢哋嘅一啲需求咯。當你邀約到攞到嘅需求咧，可以運用 ABC 法則，邀約第三者去幫你去啟動佢嘅思維。點樣用法啊？我哋邀請一個專家，我哋叫 A 啦。呢位專家咧對事業、對產品咧係非常之熟悉，係可以幫你去分享俾你嘅客戶，甚至你嘅對象，令到佢更加了解我哋創業嘅呢個平台機會。我哋自己做啲咩啊？我哋只要做好 A 同埋 C 你個對象嘅橋梁，從而咧我哋將兩位A 同埋 C 咧嘅人士咧係串連一起。嗱，個 C 潛在嘅客戶咧，或者我哋嘅潛在嘅伙伴咧，佢哋主要嚟係做咩咧？係要了解事業發展或者產品嘅一啲效益。透過 A 同你分享，你自己只係做一個串連嘅橋梁嘅作用就 OK，其他嘢由 A 去處理。ABC 法則運用咗已久，只要 B 你同 C 係非常之信任，你可以推崇 A 對呢個事業、呢個產品非常之熟悉，係專家嚟㗎，係顧問嚟㗎。從而你嘅推崇咧，令到 C 非常之尊敬 A，從而 A
佢嘅分享咧 A 就一一接受。咁互相嘅信任呢種三角關係非常之有效，因為你嘅推崇係正確有效咧。C 打開心懷，聽 A 嘅分享咧，嗰個了解度咧係會正面好多，同埋深入好多，令到你呢個呢個邀約甚至呢個分享咧係非常之有效。當然咯，B 係咪咁簡單？淨係做個橋梁就算咧？唔會咁簡單。B 有個非常重要嘅工作要做，就係你適當時間咧，要由 B 係你主動去帶領同提出成交嘅要素。因為 C 係咪你邀約過嚟啊？透過你嘅邀約串連咗 A，透過 A 嘅分享，從而 C 佢對產品科研、架構、創業非常之有興趣，甚至有信心。但係人有時候未必會主動去回應，所以透過 B 喺適當嘅時間咧，主動去提出呢個成交嘅建議，建議佢適合嘅加盟嘅套裝。我哋有暫時有4個唔同嘅套裝，適合唔同嘅人士。每個人加盟都有唔同嘅要求，所以喺 Free 嘅平台咧，設立咗4個唔同嘅套裝，適合咧加盟者開始嘅時間所建立嘅一啲唔同嘅需求。所以呢個由 B 去主導，因為 B 最了解 C 嘅需求，對唔對？咁啊，你亦都帶動到佢想參與我哋呢個平台嘅機會。咁所以咧，你就建議佢適合嘅套裝啦，從而馬上拿出你嘅手機啦、電腦啦、iPad 啦，簡單咁教C 咧去入單呢個過程。因為呢個係正正係複製嘅過程，因為佢懂得如何入單。未來佢見到朋友識得分享嘅時間，往往可以主動咧去繼續去推動呢個生意，甚至咧佢自己簡單咧可以學識點樣去輸入名單，就馬上咧成為我哋系統甚至我哋 Free 呢個平台嘅其中一位我哋嘅創業嘅成員。所以呢個係由 B 去主動去帶領呢樣嘢，因為只有 B 先可以有呢個係正確嘅一個引領㗎。呢個並不是由 A 去帶領嘅，所以大家要注意。最後成交之後會點樣咧？重複頭先我所講嘅一連串嘅流程，咁啊亦都係頭先所講嘅定位啦，係要知道你嘅朋友甚至你自己重新開始嘅時間，你要知道你嘅定位係發展者啊，一個參與者啊，甚至一個用家或者一個份工啊，種種因素係由你自己去決定㗎。跟住體驗我哋嘅產品，令到我哋對公司我哋嘅科研產品感受喺自己身上發揮咗作用，呢個係非常好嘅一個見證。當開始去發展嘅時間，要學習先㗎嘛，所以要歸零嘅心態，從零開始學習，將所有以前學嘅東西全部擺咗喺雪櫃擺邊先啦。而家係由零開始，所以咧跟住系統學習。學翻正確有效嘅方法。我哋而家呢個系統咧，其實經過好長嘅時間去實習或者係體驗，係非常成功嘅一個成功嘅複製流程。跟住我哋學習點啊？頭先講嘅分享故事啦，分享3分鐘故事咧，分享別人嘅故事咧，令到你身邊人然後透過你嘅故事咧，係獲得更加多嘅資訊啦，更加多嘅感受啦，令到佢感動咧，成為咧你嘅其中嘅潛在客戶啦。當然。名單啦，要列名單啦，列咗名單，一個好嘅名單，有足夠名單咧，令到你無論心理同埋行動裏邊咧係充實好多。我哋鼓勵咧名單裏邊咧，開始嘅時間50至200個係不等，最少嘅時間。呢個咧係短時間內咧要馬上要完成，因為咧喺心理裏邊咧，如果你足夠嘅人名單咧，你個出發點甚至你嗰個成功嘅一個機會率咧係非常之大好多㗎。有人名單就係邀約啦，邀約就透過頭先我所講嘅唔同嘅分享裏邊邀約，去透過工具唔同嘅邀約啦，令到你喺呢邊咧可以一日甚至好短時間咧去大量嘅邀約。邀約裏邊咧，佢跟住就帶有暖身咯，令到你嘅關心啦、關懷啦，去令到你嘅周邊嘅朋友咧，亦都對你嘅信賴啦，甚至係願意同你合作啦，馬上去展示呢個生意啦。當呢個生意喺你身上
透過你同埋頭先所講 ABC 法則咧，去獲得好清楚了解，就可以馬上咧同你一樣成為加盟者啦，成交啦。咁呢個叫做複製啟動流程咧，喺呢個行業非常重要，所以鼓勵大家咧，好好每一個環節都去學習體驗，重複咁樣喺系統裏邊咧，去不斷咁樣去複製以下嗰啲所有嘅一個唔同嘅步驟，因為好多朋友係雜亂無章，有唔同嘅方法，有唔同嘅體驗咧，其實令到個系統非常之係複雜嘅。但係今日咧，我哋喺呢10多年裏邊咧，係透過好多唔同成功人士去認證呢個系統流程咧，係非常成功。所以最後鼓勵大家簡單複製，聽話照做，啟動個流程，強烈嘅定位、強烈目標，令到你喺呢個市場喺呢個菜平台咧獲得無往而不利嘅一個機會。好開心今日咧喺度同大家去簡單分享今日我哋嘅如何快速啟動嘅生意。希望我以下分享幫到大家咧喺未來創業路途裏邊咧係無往而不利嘅。有機會喺唔同嘅時段再分享更加多嘅資訊俾大家。多謝大家，下次見。